就是他壮烈牺牲，然后加上他非常爱老婆、爱小孩的形象。因为我是巨蟹座，就觉得爱你3000。你是不是爆雷了？爱你3000，已经过很久了。完为止。2楼还有各种漫威联名商品，欢迎参观选购。如果要我选的话，我应该会选择雷神索尔，因为他他长得很帅，身材又好，是我的菜。他现在变胖嘞？没有，他在我心中永远都是帅的。你现在喜欢他没变胖的时候？对对对，好帅。我自己的话，我最喜欢的是钢铁人，因为看了最新一集的《复仇者联盟》，觉得哇。就是他壮烈牺牲，然后加上他非常爱老婆、爱小孩的形象。因为我是巨蟹座，就觉得爱你3000。你是不是爆雷了？爱你3000，已经过很久了，过很久了。然后其实我的话也是蛮喜欢钢铁人，但是呢，我也很喜欢美国队长。那刚刚有人讲过钢铁人，我就先捧一下美国队长，因为他就是里面呢队长的角色，然后重责大任，而且他呢里面个性非常的温暖，然后又很照顾别人，所以我觉得温暖的男生很有吸引力，很棒，暖男。我之前有来过，然后我买了超多蜘蛛人的商品，因为觉得因为最近刚好蜘蛛人上映，然后就一直想要买他们的商品，超多，我买超多，一整个系列全部都买了。直接全包。第一天 Miniso 就是开始贩售首卖的时候，然后我们有来，然后我那天就买了非常多的浩克。绿巨人号，虽然我自己是最喜欢钢铁人这个角色的形象，可是以收集商品的话，我最喜欢的是浩克，因为我觉得浩克他是就是一直在暴怒的状态，然后他的对很可爱，所以一样。我哪有？他个性就是会容易暴怒的性格，真是太令人喜欢，很反差萌，然后用抹茶绿的颜色，然后他就是头圆圆的，非常的可爱，所以我自己是买了非常多浩克，像是有马克杯啊、抱枕啊，然后等等的东西。那我的话是没有偏向特别哪一个，只要是可爱的我都买，所以那一天我买了钢铁人的抱枕，也买了美国队长的抱枕，然后也买了一些小东西，因为我觉得这边 Miniso 里面有非常多就是非常可爱的，就是把漫威的角色弄得很可爱，所以其实逛一圈每个都想带回家了，对。